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疾管署来公布着国内今年第一例本土可乐来病例，是报报一个20岁本国籍的男性，伊伫夜病进前一天有食沙西米甲青的蚵仔，了后就开始腹肚痛甲落瀉，讲拢漏水。经过检验，确认是为着可乐啦。目前伊密切的接触者并无出现着相关的症状。感染科的医师讲，这个可乐啦的潜伏期大约是2天到3天，镜头是吐骨流。卫生单位即摆正咧找感染源。一道了，乌昂床做沙西米，台湾四面环海，有真侪海产资源。不过，若是食到水质无清气海产，或者是食伤侪青的，都可能得到老土症。疾管署6号宣布，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老土症病例，是北部一个20多岁男性，6个礼拜出现落屎和腹肚痛症头，过两天落屎同款拢水和腹肚绞痛。去医生看采检后，7月初5确认感染到三毒性可乐来细菌。霍乱弧菌呢，可以在我们水中存活相当长的时间，所以如果不小心吃到受到霍乱弧菌所污染的这些海鲜，就有可能受到感染。感染的潜伏期呢，可能是从数个小时到5天，通常是2到3天。而一旦开始出现症状，会包括像恶心、呕吐、发烧。虽然这个个案最近无国内外旅游历史，不过3顿大部分都是食6块便当，而且破病之前刚捌食过沙西米和大粒蚵仔。即摆同齐食和3个大做伙的人拢无出现症头，相关单位已经启动各项疫情防治调查。在台湾发生过好几次的散发性的霍乱呢，后来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感染源污染源来自于哪里，有可能是地下水有一些霍乱菌，有可能是厨师刚好带一点霍乱菌。食物的检体比较不容易检出相关的一些病菌哈，所以我们不是很确定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什么症状，我们目前还在调查当中。医师讲，高卡瑞菜食较有可能带有可乐来细菌，就算细菌行卫生，必须要食真济才有可能感染。也毋过青食确实风险真悬，建议民众食不做少，才个食会相对安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